好，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午安。好，那谢谢大家今天持续来关心国人的健康。那我们今天记者会，除了我们陈指挥官还有陈副指挥官出席之外，在陈副指挥官左侧的是我们医疗应变组的王。也希望呢，全世界一個有關武漢肺炎疫情係近來建立開有，因為台灣呢未係強強。啲籌備時間呢，一啲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將宣布，台灣有新增嘅一例本土感染個案係無深度感染源呢。故所呢啲消息是在本台家主動寫哦。都近邊呢，關於疫情會有乜嘅變化，也係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停電就要來開一個記者會來做說明呢。嚟歡迎一下現場情形。那其中有25例是境外移入，那本土的案例是1位，那本土的案例那1位等于是我们124的案例延伸到160、168、169就是我们在机构内原来的这些老师跟学生里面的1位的女朋友，所以这个案例的脉络也算是比较清楚。那重点都在于境外的移入，那境外的移入现在的机场跟我们居家检疫这个功能也渐渐的发挥它的一个成效，所以在这25位里面有12位26例里面应该是有12位是在机场里面被检疫的被采检的。那整个居家检疫的能够在居家检疫的有11位，那其中刚才包含1位他是自行就医，这是本土的案例。那有2例也是自行就医，那等于这差不多都在我们这最后要关门的前的时候回来的，所以那时候基本上大家还是自主的防卫还是做得相对的好，所以在回去这1、2天之中。都有相关的一些防护跟等于是在居家里面自行做检疫，也都有在单独的住那也都是没有跟家人做比较亲密的接触，那菜饭都送到门口来，大致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整体里面，未来当然我们在整体在防疫上面我们大概从全面的这样的一个禁止跟居家检疫，我们希望它能够发挥一些拦截的效应出来到目前来讲看起来这几个境外这移入的并没有大量的这往外传那我们也看到大概从3月中到现在我们境外移入的案件不断的增加嘛从36、6例、8例、10例、21例、7例、24例、18例、13例，到今天25例。基本上这个案件大概我想大概3月17号3月17号3月15号开始它就慢慢增加。那我想未来这2个礼拜大概是会维持这样的一个曲线不过好的就是说我们在境内这段时间的案例大概从3月18起2例、1例、3例没有3例，今天1例，所以相对都还算少所以算是还好。那不过几个案例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刚才讲说从我们的24例、27例34例基本上这里差不多告一段落剩下就100例124已经有源头，130、156，那今天这也算有源头，所以其他3个案例还是持续我们能够在疫调里面如果能够更清楚，能够看到相关的源头或者在这里面继续持续的观察。那在今天里面我们新增的这些案例其实都是差不多都是旅游工作那其中我包括有5例的一个乌期的群聚170、189的案例是1对的夫妇一起到西班牙旅游那然后再回来的时候那在我们检疫到。那170、174是职场的同事，然后职场的家人也就跟着一起去那国外在美国待的时间在荷兰待的时间比较长那回来他们一起的这4位都确诊。那这里面比较特殊的是其中的1位的小孩大概只有4岁多，不到5岁
那因为他们整个一起工作，一起在那边住在一起，所以这等于是这4个，也就是比较多。那另外是夫妻172、173，他是整个到法国，那然后在机场回来的时候，在机场被拦截到，所以这样的一个家庭的群聚算比较多。那177案是129案的一个同事，是前开的，他们一起在国外，然后回来他发病的比较晚。那195案，是3月5号到19号2名友人，前往美国的旅游。那其中该2名友人于3月21号确诊是137例、145例，那195例算是发病的比较晚，所以基本上这大概都是大家都也看到这样的一个亲密的接触，一同工作，然后到国外去，那很容易就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不过我们现在全部都列在居家检疫在这里，所以居家检疫这变成是我们一个2条防线非常重要的，一个是在我们机场的一个拦检，我们现在也重新在另在机场里面现在进来的，如果他有任何的症状，我们尽量在机场就要把它拦截下来。那第2条防线是我们的居家检疫，那整体而言，大部分居家检疫的人都能够配合我们的措施。那而且跟家人保持的距离，跟他生活的形态，也因为宣导，那大家互相的了解，我认为这方面做得比较好。那至于就是说有一些特例，就喜欢要在外面拍照的，这个我们大概有一些特别大家在反映，比如说夜店啊等等的，我们是请副指挥官稍微跟大家说明一下这几天我们执行的情况。大家对于这一段时间从海外回来的这些居家检疫者，社会都有一些担忧的部分哈。那我们各县市的警察局在这几天也都实施这个夜间的临检哈。那在夜间临检的过程里面，也都在礼拜六的晚上有查获一位居家检疫者，那我们马上移给这个所辖的县市。就给他开了100万的罚单，那送到集中检疫场所去。那我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个我们现在远警在路边临检所用的这个我们 N-Police 的这个系统，已经跟我们这个旅游史的部分是勾稽在一起哈，所以这个荧幕上会直接明显的显示，只要登录刷了这个身份证或是键入输入身份证字号。或是护照的号码，就会马上显现说他是不是居家检疫者，那我们就可以马上进行做处理。那昨天前2天我们到夜店去临检完之后，今天开始我们各县市大概会采取的方式是在夜店的门口会有2位的员警在对于进入者呢去执行这个身份的查验哈。那如果是这个非属居家检疫者才会让他进去当然如果在入口的地方就查到是居家检疫者，我们就马上立即通知卫生单位一起来做处理哈。那也会采取重罚的方式，因为这个已经是重大的违规所以这一块我们会持续来加强。那第2个是也跟大家报告一下。今天机场的部分到中午大概入境的人数大概1600多位，那昨天整个入境人数是4600多位哈。那以今天的预报的这个人数呢，我们预估一整天大概在3600位左右了哈。所以我跟大家报告的说，从3月19号执行这个全面居家检疫之后。入境的人数就已经是逐步的在降低，那我们也看到一个现象是国人出境的部分也一样在持续在降低，然后所以那机场的防疫的把关的部分我们会持续来加强。另外从昨天开始入境的所有的行李下机之后进入这个海关检查之前呢，就会先做过消毒。然后才会再进入到海关的转盘去哈，这也一并来说明，让社会大众知道。我们非常谢谢哈，行李的消毒也是相对的重要了哈，避免一些相关的污染。我们也谢谢我们的机场的同仁能够做这样的一个服务。然后第2也要特别呼吁，就是说
有时候他在回来的时候，大家有时候要有一些人可能有一些发烧或有一些症状的情况，那也预先服了药，好，那进来。那我接下来就是说，希望他能够诚实的通报，好，要诚实。我们不会因为吃药而处分了，我们会因为没有通报而处分。好，我再度强调一下，就是你可能吃了药，坐飞机回来，进来可能你的身体就看起来你的发烧也退了，那咳嗽也压抑住了，所以在机场可能不会被查验到，可是这对自己不是一件好事情。好，多尽早有症状，那尽早的可以采检，那家人也比较安全。然后第二个，我再重申，不会因为你服药而处分，而会在你的健康的声明有隐瞒。好，那我们会处分。好，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就是说隐瞒，那毫无意义。好，那毫无意义。好，那至于我们在机场里面的一个查验，好，我们是不是看这几天的采检的数目大概是多少？昨天查验就采检有281位啊。前天我记得是300多嘿。慢慢的哈。好，所以我还是说大家要诚实的通报了哈，要有症状，那就一定要在机场里面及时采，那对自己也好，对家人也好，对社会也好。好，然后第二跟大家来报告就是说，好，近来有一些好在传的一些假消息哈，当然前一波里面大家在抢购物资，我们还强调说物资一定够嘛，哈，人就这么多。啊，也不会突然说，因为疫情比较严重，大家就变成特别会吃，好，那量是一定够，而且量一定都是够的哈。然后第二个就又有一些假讯息说，哦，台湾要强制性的休假2星期，好，那这是一个给大家讲说没有这样的事情哈，也不会有什么封城啊那些事情都不会有，好，但是好，大家还是要遵守我们的一个社交的安全的距离。好，那有病或是拥挤的地方不得已，好，那可能要戴口罩。好，譬如我们的捷运啊或高铁啦这样的一个密闭的空间，好，如果能够的话，我们就要戴口罩哈。那口罩实名制的2.0哈，我们大家再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哈，在第一轮哈，我们到应该是到今天吧，前天这2天就应该要缴费完毕。那总共的第一轮量不用去抽签，大概总共不到300万片，就够了。那第二轮的时候，我们开始就是让大家更方便。我想第一轮要等2个礼拜，好，那第二轮我们就缩短成1个礼拜。那未来大家就在1个礼拜把它作业完成。所以我们第二轮里面是3月25号，好的早上的8点到3月27号，好，那晚上的8点啊可以预约。那方式都一样哈，我们健保卡、自然人凭证，好，或健保的快易通的 APP， 好，那都可以。然后的3月28号的8点到3月30号，好的晚上的8点，好付款。那付款大概2种方式，一个就是信用卡，一个是 ATM， 好，然后4月2号到4月8号超商取货，在你原来指定的地点来领，好，所以大致上。我们大概强力的在很多的经验或者我们的数据里面在做分析，怎么样让这样的一个2.0能够更顺畅。好，我们希望就是说有很多不管是大家现在在反映一些缴款上的不方便呐，好，或是有时候会塞车，或者大家有时候对资料的填具不是很清楚，我们都不断的会去改善。好，我们也希望在这个比较方便的通路，可以让它发展的越来越好。好，那以上就跟大家先报告到这里哈。那刚刚还是一样，我在一个图把他们讲，再让大家两边都一样啊。好，那不实的谣言除了我们不能当然做不实的谣言以外，那千万不要转传了哈。那大家有时候会觉得好玩去传，可是你不知道这样的一个传的动作，可能就引发一些社会的恐慌他觉得要比较。我们的公关认为放那张比较小，要比较大的传的都会真的是会让大家有一些恐慌。那所以我们讲就是说，未证实的消息前勿转传。
那我们如果散布疫情或创造这些谣言，那逐身损害于公众者，最高可以处3年有期徒刑，那新台币300万元，这样的一个数目，所以请大家千万要注意。我今天有看到说有一些大概转传的那真的是看得出来他本人没有什么的恶意，可是明明的讯息看起来就很假。可是大家还是忍不住就是要去传，那这个行为也希望请大家千万不要，这倒不是真的是一个要罚的问题而已了，在这样的里面，社会责任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那有些人可能在上面我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情，那至少不要制造这样的一个纷乱，那大家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感这都是属于都是利人利己的事情。好，那我们今天就先报告到这里。大家有问题可以提出来。从后面好了。你好 ，TVBS 提问：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国家，他们都开始封城了嘛？像纽西兰，他们是下令营业场所还有学校都要关闭。那台湾是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之下也会这么做呢？那如果说我们今天也封城的话，我们会不会有一个预先的提醒？那是由各县市政府来宣布，还是由中央单位来宣布？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按134例的工作，之前有说不会公布他的职业嘛？那我们可以知道说，那他是做什么相关的吗？比如说是服务业啊，或者是门市人员等等。因为我们之前就一直在强调说，他其实跟很多人都有接触过。谢谢。好，我想就是说相关的行业或是足迹，那大概不足以让大家能够。当然，如果对防疫有帮助，那有些可能就是会有连这个姓名或更详细的，我们会公布出来。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基本上不公布。那但是大家有需要泛泛的了解一下，就是它的行业别啦，或基本的一些足迹那我们可以跟我们的防疫的医师跟我们的专家，大家做一点讨论看看是不是能够把这范围稍微更大一点。然后第二道要不要封城或进一步的一些相关的这些动作，那基本上我们当然是希望给大家有一点准备的时间那对，基本上是预先公告为原则，但是有时候突发的情况那就没有办法在我们的掌握之内，所以基本上我们还是让大家有一个准备的时间。不过台湾离那个情况还非常非常的远信传媒提问，部长好，想要请教2个问题。第一个是想要先在针对那个6个感染源不明的本土案例，目前有没有最新的疫调状况？那第二个问题想要针对那个按156的护理师，目前有找到感染源了吗？因为目前知道说相关接触者初步采检为阴性，那目前研判这名护理师他最有可能被谁感染？这样指挥中心有没有进一步的防疫或检调措施？谢谢。第二回答，我们现在应该不是6个，我们现在3个嘛那另外那3个已经都超过我们的这个潜伏期了那现在当然有一些学术研究上的意义但是在我们的防疫上面相对的意义就比较低。那另外3个100案134、156案嘛那3个我们同时还在疫调中，这没那么快了这没办法那么快。好。那个你刚刚提到说那个所谓的进口案例可能会持续多2个星期左右，那个时间点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那个说2个礼拜而已了？然后你会那个像准备要回台湾的人士，你会怎么样提醒他们准备回来，为了不要来这里那个感染人家？谢谢。第二个，我们就是根据说，因为从国外回来的数目，那尤其未来在这个美国这样回来的数目，我们估计它还是有一连串的，尤其是我们在一些留学生在国外陆陆续续在停课的情况之下，所以会回来。那在我们估计大概缓慢的下降，那大概是2个礼拜、1个多礼拜左右应该达到平衡，然后在几天的观察期。
所以基本上这2个礼拜是应该都会持续有这样的案例发生。像我们在最早第一天的时候7、8千位嘛，8000位到今天到昨天已经到了4500，那今天可能预计要3000，不过这数目都还在。那我们大概看看，就是说以国外流行疫情比较严重的情况下，以人口数跟它的一个确诊数，我们如果看意大利的情况，它确诊的数目现在大概已经到了5万多，它的人口大概将近6000万，所以抓起来大概如果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可能大家条件不要差太多，你可能是有1/1000的可能性。那所以在这里面，如果我们几千个人再回来，那每一天一定在里面感染，可能会有大概10个左右。那加上我们把它高估一点，让我们的警惕性能够更高。所以我们希望在机场上能够拦得比较多，那希望本土的案例能够减到最低。所以我们不怕境外移入的案件多，因为只要把刚才讲居家检疫跟我们在机场的拦截这2条线做好。那么既然可以让我们自己的同胞能够回来，那也不会扩大我们本岛的一个疫情。那当然我们也呼吁，就是说在国外要回来的，自己要评估。大概3个，一个是在那边，一个是感染的风险嘛，那一个是社会动乱的风险，然后第3个是坐飞机的风险。所以这3个风险可能都要稍微评估一下。那哪一个比较低，那就采用哪一个方式。不过在哪里都好，都把自己的防卫要把它做好，尤其是坐飞机的时候，那更是要保护好自己。那第2个，在我们的等于在那个健康声明或者在我们的检疫站的时候，要非常诚实的来跟我们讲这样的旅游史，然后跟他的一些相关的症状。纵使你觉得说3、4天前我虽然有咳得很厉害，但这2天好像又比较好了，这个你都要说。那比如说你有吃了药，所以现在又觉得舒服一点了，那你也要说。那像这一些如果都能够好好来讲，那根据专业上面能够做适当的采检，在第1关我们守好。那第2关有一些潜伏的一个症状，那如果居家检疫，好好跟家人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距离，那自己吃饭大家都隔开来，那都不要传给家人。那可能有发病的时候，那赶快医疗。如果这2条线守好，那我认为我们还是可以把这个我们的国内产生社区传染的风险，希望能够降到最低。那以上，来这位。部长您好，我是台湾醒报记者。那个台大公卫学院稍早就是有给出个建议，就是为了预防社区感染大爆发，然后他们建议，如果病例再生数高于1.5的话，应该封锁就是这个区域的半径5公里的圆圈，然后要求民众尽量待在家里。然后不知道部长对这个。國家呢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指揮官陳時中，佢就有宣布嘅，前邊關於中央新增加26例武漢肺炎嘅確診個案，其中有25例係對境外勢落來嘅，然後有1例係本土感染個案。啲前邊關於新增加26例感染個案過後呢，一下關於總共累計嘅病例數已經來到係195例。然後呢啲前邊新增加一啲本土感染個案呢嘅指揮中心佢就發出新聞稿來貼片來說明咯，講也咧前邊新增加咧本土個案，佢係啲中年人做些嘢30人些嘢5星，佢係啲3年17嘅時間咧出現咧相關症頭，認真講佢有同先前幾年嘅確診咧確診個案有接觸，故種咧指揮中心就有緊追蹤，另外咧啲調查過後，佢係確定啲前邊確診咧，韓國有啲廿8境外勢落來嘅個案當中咧，前邊有5件係群期感染個案，也有其中1件係卡貼片咧，就係講一個確診患者，佢一個張40人嘅死牙哥。因為死牙哥呢，佢喺啲前一波嘅時間呢，天天加牙完呢去認證功夫有出國，有去到荷蘭做事。然後認證講加牙完先一下呢咪有確診呢，認證講有同一個患者有接觸，嗰種呢咪同時誒採本一個張40人嘅死牙哥。咁呢佢指揮官有特別說明咯，講啲
28可能呢26个个案当中，有12个係對機場檢疫查到嘅，另外呢有其中11個係對居家隔離嘅一度民眾呢，亦都前面增確診呢。故種呢一啲指揮官陳時中其中有講到嘅，講一啲機場檢疫還個有居家隔離，係也下呢國內防疫前重要嘅2條防線咯。佢講呢希望呢一下呢對一條境外管制落去做好來呢，希望呢愛減少一條確診患者。在講留嘅疫情傳染來人呢其他國內嘅民眾哦，韓國呢就會認真講，雖然講一下相關嘅居家隔離嘅居家檢疫嘅規定呢，政府都聽到東嚴條嘅，唔過呢還係有當到民眾還係當上係走出去哦，像啲前幾年嘅時節就會發生民眾明明就係愛居家隔離，還係走去夜店一條事情哦。故種呢家指揮中心咪有特別講到嘅，講一下像係警察嘅啲路順攔檢嘅一條系統都有同一條中醫檢嘅相關資料啊，韓國天龍檢下，除非佢講幾年啊，係咪是要居家隔離嘅，假使呢是要居家隔離，唔講你要走出去嘅警察嚟檢下嘢相關資料啊，出係身份證時候啊，韓國像係名相啊，出世嘅一條日期就會提供嘅，係咪要違反相關規定？最講以前顯現呢，有一個居家隔離嘅民眾就會講走去夜店嘅，故所呢一下指揮中心，咪決定我嚟加強一個夜店嘅相關管制措施哦，就講對禁閉室、搭建夜店嘅門口。就會有兩個嚴禁重地睇門口，所有入境夜店嘅人呢都係經過檢查，來調查講係唔係有違反一條相關嘅規定。另外呢，指揮中心咪有講到嘅禁閉呢，對國外入來台灣嘅民眾差唔多已經來到1600人嘅，同前幾年來比呢，其實呢已經少加當多嘅。為了防呢一條民眾呢對境外進來嘅時間呢，一條行李當中可能沒有帶點偏拖，故所指揮中心咪講，下下呢所有入境嘅民眾夾條行李喺入境嘅時間，你會來做一條小偷工作。韓國有指揮官咪有特別強調嘅，認真講一下台灣嘅防疫措施。喺全世界做到一好一籌七倍，故所呢有當多人都當想利用一啲機會，加轉來台灣咯，認真一下呢國際上外國嘅一啲疫情爭議係當嚴重，唔過有啲人其實佢係一下身體係無買暢快哦，可能你會發燒啊，會見錯都會自家食到一啲藥嘅，希望一啲留一啲整條壓下來。指揮官陳時中佢就有講到，假使唔真見身體無買暢快，唔食到藥嘅一條都唔怕，唔講唔聽錯誒主通同一條入境嘅時間同一條檢疫個嚟主通同啲嘅政府呢，唔可以認真唔適用嘅來反映，會認真唔冇主通同大家講增加一啲防疫嘅問題來反映，亦係大家為來特別注意。而家呢一個記者會係睇繼續喺進行當中，繼續來看記者會現場情形。2.0的這個口罩預購第2輪就本周就要上線了。那想問就是說，我們這次也是準備700萬片，大概233萬人可以預購的額度嗎？那因為之前說接下來就會採取每周可以做這個預購的部分，所以我們是從本周開始，未來每周可是未來每周3、4都是可以做預購的部分嘛？這樣子。那上次提到家戶團購的部分，不曉得這個規劃是怎麼樣？那第2題是有關就是剛剛講到的夜店這個部分，因為現在怕有些人要居家檢疫，但是會怕走。那剛好提到就是說，我們開始今天開始夜店門口都會有這個身份查驗的部分。想問一下，我目前全台大概預計這樣子的算是站崗，預計要派多少人力，然後會在多少個點？那如果是以台北市為例的話，又會派多少人力跟多少的點？那除了夜店之外，哪些場所是比較會重點稽查的部分，這樣子，謝謝。那至於在口罩哈，我們那時候是有預備到說有能力哈，1周來提供這樣的管道700萬片，我們才開始哈這樣的一個行動，因為我們怕太少，如果大家哈都買不到也不好。那不過大家講就是說，我們事實上是準備，而且我們也準備了2周1400萬片，哈都已經在那個。好，超商的那邊他們也開始在包，因為那個動作需要很多。好，不過我們這一次下來，我們大概就是299萬片嘛。好，200絕對不用抽啊，而且就好像這個蘇院長講說，回家這盡量備了。
会这样在镜头面加哈。那我们将来还会再继续的扩大更多，好，我们希望把它弄得更顺畅一点，好，希望在这里能够让更多的人可以买。所以未来我们当然都有一些能够增加大家购买的方便性，而且能够增加整个涵盖率好的一些计划。不过也要呼吁大家，这个口罩也要准确的使用，因为我近来看到一些的报道，好，我有请环保局在问，好，事实上现在就在。好，就是那个口罩乱丢的情况，好也越来越多，好，那这要注意。那至于说未来就像这样子嘛，好一样，第二轮起，因为我们至少会讲，就好礼拜3到礼拜5就可以预约，好，然后再过来2天3天可以付钱，然后再过来那个礼拜不用再等一个，以前是预约1个礼拜付钱1个礼拜，然后再1个礼拜去领嘛，那现在是预约跟付钱在同一个礼拜。好，然后过来就下礼拜就可以领，好，让这样的一个循环比较少，免得大家因为可能有的人会因为要等很久，所以就干脆就不要买了。那我们希望这个时间能够越来越短，好，越来越短。哦，对，还没哈，不好意思。夜店的部分，我们会请各县市警察局去择重点，因为我们在上周其实都有先请。各县市警察局先去了解各夜店现在目前执行的做法，因为每家夜店现在有一些夜店其实自己的管理就做得很好，那这些我们当然就也不会再去加重，我们会就我们在上个礼拜盘点完之后，认为说管理上有比较疏漏或是还不够严谨的，那我们就会请这个员警在门口来去做查询的部分哈，所以会看今天这个警力配属完之后，然后执行的状况，我们会再随时做机动的调整。不好意思，东森提问，因为刚刚那个按156就是护理师长照机构的部分，好像没有回答到刚刚好像工商提问，有一个平面媒体提问到的，那想请教一下说，这个按156的确诊的感染师护理师他的感染源找到了吗？那目前接触者的采检结果进度如何？然后另外想提问的是有关就是台铁员工，因为现在有传出说有一位一采为阴性，那想了解一下说，这个2采的状况是否跟他曾经前往杜拜旅游有关系？这样子，谢谢。台铁的那位员工今天传出说，因为他们3月初可能有一些人前往了杜拜旅游，然后出现身体不适。那目前传出的状况是肺部发炎，然后一采为阴性。那我们想知道一下，目前有没有2采的结果了？那是什么样状况？有没有掌握到？谢谢。前面几个113、156那个哈，查这个源头的事情，我刚才有回答过，说没有那么快了哈。然后第二156，我们是针对那个。院内的院内不管是工作人员或是它里面的一些居住者，我们那天昨天早上就全部采检完毕，那81位，那全部都是阴性。然后另外当然针对他的家属还有在往外圈的生活圈的接触者，我们也匡列了一部分的人，那也在采检中，所以。目前来讲，另外的在采检大概还有10几位了哈，那有5位已经是另外又是阴性，好，不过那个其他的要再慢慢再请他们都回来再来采检。那至于刚才讲说杜拜是什么？这个我还是没有听清楚，说台铁是什么东西？啊？台铁。我不知道谁是台铁的员工，真的所以你突然蹦一个是台铁，我就不会知道嘿。民事您好，请教一下，我们这个。今天下午4点会举办一个各县市的视讯会议，我们想请教一下指挥中心，这个视讯会议会邀请所有的县市来参加，还是只有6都？然后请教它的目的为何，里面的实质内容为何？那第2个问题想要请教，今天上午基隆经国管理学院，它有师生有制作一个阿中部长的造型蛋糕那今天上午有送到疾管署，他们是希望可以表达这个指挥中心尤其是这个阿中部长率领的防疫团队的辛劳。我们想请问一下，部长，你有吃到吗？那感觉如何？谢谢。
有下午哈，我们召开一次哈，那全部各县市的视讯会议，那当然是除了6都以外，全部的各县市。那目标大概2个，一个我们是3月1号，开始我们展开一个很密切的中央跟地方的合作，那也要求地方成立关怀服务中心，很多相关不管是防疫的车队也好，送餐关怀，还有基本的本来的相关的检疫，这些的一些动作。那今天我们当然召开这次会议，最主要是一方面看看这3个礼拜。那各个县市大家各做了哪一些事情？那是不是有大家互相观摩学习的机会？那每一个县市做的强度不太一样，那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交流，让大家看到就是说，有哪一些我还可以做的，那强度哪一些可以加强的。那当然在这里面我们有一些的希望比如说我们怎么样让这个防疫的各县市，我们中央交通部做得很好，把中央的防疫的车队建立起来，让我们居家检疫回家的路能够更顺畅。那不过在地方上面，未来他有居家检疫者可能要去采检或者有一些其他的就医的需要，那或者在南部的时候，我们这种等于是我们的国光也好，大型的运输到定点之后，他要回家，但我们希望是家人来接送，或者自行，但是还是有这样的一个防疫车队的必要性，这个我们也希望说大家能够。然后第二个就有关于我们现在讲的防疫的旅馆，也希望大家能够去布建，因为居家检疫，那有些人想是说。为了避免怎么样讲，就有2种需求嘛，一个是家人如果没有办法保持非常好的一个间隔距离来，那可能家人有的时候想到外面去住，那或者有一些在居家检疫的时候，因为单独的社区啦或是公寓啦，引发一些的不必要的反弹，那也有这种被检疫者需要去住，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大家想要从这2个方向去思考一下。那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布建的能够更完全？然后第3个，我们也希望说能够，这个未来这样子一个居家检疫的地方多，那很多的地方，不管是我们的防疫的旅馆也好，或怎么样，那怎么样能够建立一个比较好的环境消毒的系统？那怎么样地方政府？因为有时候就是说，如果单纯就是说我们。当场我们本身的一个业者，如果就是说它的消毒，也许大家觉得不太放心，所以我们需要2个，一个应该要去监看，说我们要做完全。那另外是说，如果我们在各地方的环保局，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消毒的大队，帮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必要的消毒，那可能大家会更放心。那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事情做得更好。大概是讲。那第二，早上我有看到那蛋糕做得很漂亮，不过他因为做了我一个头，我还不太敢吃啦。他在商量说那个头谁要吃有点怕的所以还放在上面。不过做得很漂亮，非常谢谢。没有，我没有。一方面大家也急，那一方面。就是说是可能有一些细部的问题嘛大家可能要互相学习讨论，那这个情况还不适合啦，那等于大家讨论出一个有点共识，那大家决定怎么做，那也许我们在记者会再跟大家来做报告。你好，联合报提问，想要请教一下2个问题。第一个是，有关昨天那个养护机构部分，因为之前有公告养护机构的那个指引，那里面有写到说，就是如果有发烧或呼吸道症状者，就是不再发烧24小时后才恢复工作。但根据昨天的公布结果，好像是3月12号即自觉发烧而未就医，然后直到3月16号才就医，然后返家。那这中间好像有去机构上班，那想要了解是否会对这个养护机构在这个防护上面究责，或是说我们的指引会有更刚性的规范。那第2个是想要请教一下说，今天那个已经可以开始申请所谓居家检疫的一个补助，那想要了解说，因为今天早上好像数字是说可以申请的大概有48000多人，那想要了解一下这个数字是否正确？那里面也有提到说明知故犯的人，就是3月
3月10几号出国的到3节不能请领嘛？那想要了解一下有没有这方面明知故犯的这个人数？谢谢。可能那个数字都还没有统计出来，我想哈这2天如果比较清楚，好跟大家来做报告。那第二个大家问就是说这些好机构、这养护机构这些相关的情形哈，我们不会就责了，哈，我们不会就，好，因为这清楚有时候自觉的症状的感觉，好，我们宁愿就大家据实以告，好，那不过哈未来我们也请专家对于就是说。好，有一些部分也有属于这个明知故犯的情况下，好，那我们再来考虑，就是说有怎么样更像你讲的有更刚性的规范。当然，对于过去以前的，我们不会就责，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尽量据实以告。那但是我们规则如果清楚，好定出一些相关的那一部分，我们就会刚性的来实施。你好，想请问一下，就是延续这个长照机构的问题，因为之前台大公卫他们有针对长照的部分提醒了一些建议，就是希望说能够给予一些像是防疫的物资上面的这个就是帮助。不过今天也有一些这个教授他们有提到说，现在的这个长照机构的防疫物资除了口罩之外，其实像其他护目镜、隔离等等也不是那么充足。想请问一下，就是你们对于长照机构的这个防疫的工作应该要怎么做，有什么样的看法？谢谢。那在我们前段时间有一些长照机构的工作的指引，那已经也发布了，那相关的物资也应该都到位了，那不过我们可以回来再跟他们再询问一下，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还不足够的？那护目镜大概不会说有全面的需要了，那怎么样来做一些它相关的清洁工作的时候有它的必要性，那我们会来增配。你好，联合报提问。首先想请教一下，就是针对那个今天早上环保署有员工确诊的这个部分，那因为目前就是环保团体已经有14个环保团体联署要求，是不是可以暂停召开大型的环评会议？因为环评会议的空间只有20多坪，那里面的人都是有外部的人员，而且相当的拥挤。那针对这个礼拜3又有高度争议的桃园航空城环评大会，也是就是一定会有很多人出席。那目前环保团体已经明确诉求，是不是可以在2周内暂停召开相关的大型会议？那不知道指挥中心会不会直接给予一些建议？那第二个问题是，就是指挥中心有没有掌握，就是有新确诊的中国成都留学生在确诊前搭过长荣的班机，那他与多少机组员接触过？那这些机组员接触过又飞了几趟？那第3个是我们刚刚请教那个有关于住宿型机构的防疫建议的部分，我们并不是在问个人性的究责，我们是在问住宿机构本身，因为昨天也有专家提到，就是他们的护病比较窘迫，人力调度会有问题，但是却没有相关的支持系统，因此在这个部分他们不建议个别的护理人员，因为他不去，他症状稍微改善回去上班，他也是有压力的。那针对住宿型机构的防疫建议，有没有把建议拉高成规范的这个部分有做研议？谢谢。因为规范变成我刚才讲过，就我们也再来讨论一下哪一些是必要性的。那第二个是有关一些人力的指引，事实上前一段时间我们就有讨论过了。事实上我们走的是稍微放宽的路了。因为在这段时间在人力很吃紧的情况，如果我们一紧缩。那如果大家都需要去关门的话，那整个在防疫上面或整个社会的安定上面会有更大的问题。所以这个是我们会但是我们会检讨说哪一些的规范需要比较被刚性的来实施。那这我们会来讨论。那第二，在那个会议里面相关的，这是一个我们有集会指引嘛，所以他根据这样来评估它的必要性。那如果有必要的话。那他们就可能要实施相关的一些，不管是间隔距离或是应变计划，是要把它做好来。那至于那会议，其实我觉得它还是可以有一大部分可以使用相关的视讯。那主要必然要在的，要投票的人在，那其他可能在用视讯，那避免人多，然后非常的挤。那至于必要性那部分，就要请那个。我们环保对那个环保相关单位来做研议。有关
桃园飞成都的部分，那个3月17号啊，我们上个礼拜就有注意到了，那也有跟这个陆方就是查询，他也没有回复了。我觉得这个责任一直有跟各位媒体朋友讲，这责任一直都是说，如果对方事实上是有确诊，他有义务要把这个资料就是回报到前一个搭机的这个国家了，他没有告诉我们，这不是我们的责任了，不过这也不是说哈，这应该说不能讲是我们的责任或什么了哈，只是对我们形成一些困扰了。好，这东西就造成我们这样的一个社会成本，或这样没有办法迅速产生一些行动。好，不过我们在持续会问了哈，不过我们在台湾里面，我们基本态度是我们这边所有的案例，好，只要跟国外有关的相关的国家，我们一定会去通报。好。不好意思，苹果日报提问，就是说有那个长照的机构的代表反映，就是说，目前我们包括日照中心，然后还有失智服务据点和社区服务据点，是有工作人员有配给口罩。那有一些的当地的一些个案的话，就是在机构里面的个案长者，他是没有配给口罩的。那这些部分的话，很多都是靠家属拿口罩给自己家中的长者。那这部分有没有办法，就是说口罩配给部分，政府有没有在思考这方面的考量？在思考有。那不过那个长照目前他还是维持，就是他自己可以买嘛，好，他自己可以买，那可以他帮他买。那目前我们是有在思考，就是说，对于参与的这些长辈们是不是能够让他不用排队就可以来能够提供到我们每天，就譬如我们现在是7天3篇那个量，是能够提供给他们了避免他们就还要拜托人家去排。当然有一些人有很多人可以拜托，那有一些人都是没嘛，那我们尽量体谅他这样的方便性，有在考虑这事情。你好，华语新闻想请教，就目前台湾的口罩产能有点逐渐在增加了，那想有一些国人会希望说可以把口罩寄给在国外的家人，那想问一下说，如果产能上升之后，就有办法解禁吗？那预计是什么时候？那个院长也一直非常关心这个问题，不过基本上我们的走的方式都一样了就是国人跟国内的国人跟国外的国人我们都是会等同待遇嘛所以就有这种7天3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然后当然对国外他没有办法回来排队，那当然就有困难。不过我们现在也有开了另外一条没有排队的路嘛就是上网2.0的路。所以基本上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说，如果维持我们这样的一个7天3片可以来购买。那有觉得说运费非常的高昂，运费非常高嘛，不划算的那不过我们大概就是说，怎么样让它能够划算？但是基本上我还是觉得就是说，对于国内国外所有的民众他的待遇应该是等同的啦。就是7天大人7天3片，小孩7天5片。但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可以免除他排队之苦。那国人也同样有免除排队之苦嘛就是可以上网去买。以前要等2个礼拜，那样比较不好。那现在要变成1个礼拜慢慢我会让它更短。那这样大家的机会就变成是一样。所以院长是非常关心这个问题但是这样在技术面上面，我们正在寻求解决的方案。那有可能解禁那个口罩寄到国外去的这个部分吗？有啊，要不然他怎么去？但是问题是机会要一样。机会我就刚才讲，我讲那么久，就是机会。你在国外，你有健保的5些的住给人，你就可以买嘛。那我们讲到技术把它解决掉，那也一样有那个身份证一样，跟国人是一样的，但是会有免除一些必须要排队的可能性。因为他没有办法回来排但是所以现在院长是想要解决这问题，他认为国内国外都是我们要保护的人。但是相对的技术问题怎么样来解决？那现在我们正在想。好，我们是不是可以最后3位好不好？因为时间也蛮有限的了。
你好 ，ET Today 提问，我想要针对案181的那个30多岁女性提问，她有去日本和美国旅游，但是疫调的资料，她3月1号发病，可是到3月23号才确诊，她中间其实差了23天，还蛮长的。那可以大概说明一下她的状况吗？她是几号入境的时候被发现？那她是自主通报吗？那她目前的症状严重吗？谢谢。事实上这样子我有注意到，其实他到可能在进来的时候，他到日本的时候是最后从美国待很久，并不是他前面就已经进来了，是在美国待很久，然后从日本，然后从台湾这进来，好，所以这里面还是一个应该是在机场的案子嘛，在机场被自拦下的案子，所以我认为这问题不大，认为问题不大，好了。中国时报，部长，我想问一下，针对昨天156案这个女护理师，她在3月12号发病，然后13、14有回去上班，然后3月16号第一次就医的时候仅服用克流感没有采检，然后18号又回去上班，直到第2次就医才就是医师决定对她采检，然后也才确诊嘛。那因为就是安养中心其实都是一些高风险的患者，那有医师建议说，是不是我们未来在采检的时候，如果是安养机构的工作人员，是不是可以扩大到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针对有症状都替他们采检，降低风险这样？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想问今天的那个小朋友，这第一个4岁多的男童，他现在症状状况怎么样？谢谢。好，第二个在3月16号那个以往我们在治疗这流感跟其他粪便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那时候有加强那个克流感使用的计划，就免快筛就可以来使用。所以一段时间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在医生的判断里面，他认为倾向于是流感的时候，他会先使用那个基本的克流感的治疗物，然后第二阶段如果发觉他那样的一个没有症状、没有大幅的改善的时候，才会进行第二个阶段的一个采检。这是属于他医师的一个专业判断。然后第二个，我们在扩大采检。我们在以前一个是从旅游史嘛，肺炎什么发烧啦、咳嗽啦，一直松，到后来就有任何相关的这些呼吸道症状就可以采，那变成一个扩大采检方案。那扩大采检方案里面就有一个，就是对于我们的医护人员有相关的症状就可以采。所以未来会走向这样的路。然后在那段时间可能还是在我们那个等于是一个转换期的时候，那医生的专业判断可能认为他流感的可能性比较高。不过未来我们大概对医护人员，我们希望说，不管说那个全防护，全个人的防护，也可以保护他自己，也可以保护他受照顾的人。然后这方面我们会加强的，做得更好。那4岁小朋友的症状怎么样？他现在已经没症状了。现在已经都没症状。这样有一点困难。我们这边2位，这边这边2位，这边1位，好，来，这边你们谁要问？来，自己协调问。一男一女，公平。金周刊提问，一个简单问题就是，部长之前有提到感染源没有及时厘清，社会其实会蛮不安的嘛。那关于100例跟134例疫调还在进行当中，请问他们的接触者匡列已经在做了吗？那是否就是他因为接触的人比较复杂或者比较多，持续在匡列中呢？那这个他们的疫调状况下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吗？那您就是说有关于感染源头，如果一直都查不清楚的话，我们接下来会有如何因应作为吗？谢谢。那医疗情，我们要请那个我那个张文祥再想一下。那不过就这样子能够及时查到当然最好。那可能从那个源头，那如果查不到，我们就是要高度的警戒来维持14天的一个观察期，那就让这个警报能够解除。但希望能够越快越好了但有时候也没办法尽如人意那2个情况讲100跟134。我觉得100其实相对，要你报告一下。有关100的部分，它是在南部的20几岁的女性那我们现在有针对她的就是接触者，总共大概55位那目前已经采检了7位那都是阴性那也针对她先前我们有怀疑可能是
他的亲戚有一位是美国籍哦，那所以他们夫妻也都采检，不过他血液也都阴性哦，所以这条也都目前还暂时没有其他的这个来源哦，那我们还在尝试了哈。那另外134的部分，那我们现在大概是有密切接触者大概有42位啊，那已经采检了39位，那目前有16位是阴性，那检验中还有23位哦，所以这134这边我们也还在努力当中。那针对这个接触者部分还有20几位还在采检，好，所以还在这边应该是说希望最近会有一个结果，好，谢谢。我想是100案的时候，其他加上生活相对接触者相对的就是单纯嘛哈，那它背景大家也都知道了嘛哈，相关公司也都公布了他们的一个重大的讯息，好，所以它其实相对的，所以它框列的算是蛮完整的，好，那另外一位134，好，他的接触者有些都属于比较短暂的，好，所以他有时候那个资料的要交回哈，要召回啦。好，召回采检就会比较慢一点，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了。中天新闻这边想请教一下，指挥中心这边有没有就是公部门人员确诊的 SOP？ 因为像是今天环保署他们也是自己公布，不是透过指挥中心这边公布的。然后另外想要请问指挥中心这边有没有掌握到说，就是网络上很像又开始传说奶粉会缺货，然后有没有会有相关的罚则？谢谢。第二，我们大概我们这边就是维持原来的最早一直在讲，就是说对防疫有帮助，我们就会公布。那个人的资料我们尽量不公布。那对于就是说有重大，我们认为确实有很大的问题的，那我们会公布，避免让这样的一个疫情来扩大。那至于个别单位根据个别单位的需要。他们也采用这个基本的原则，就不要伤及个人的隐私。但对他的一个相关的团体，他认为有必要来做这样的一个公告的时候，那我们尊重各个团体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好，那奶粉这边有没有掌握？假讯息的部分我这边说明一下了哈。我们截至到昨天为止，我们现在总共查办了就刑事警察局的部分查办了300件哈。那现在移送。这个递检的部分有120件，那人员的部分有163位，那违反社违法的部分，我们直接送社违法检疫庭来做处理，有29件剩4人，然后那另外还有151件，我们现在还在处理哈，那其中有71件我们是这个疑似这个是境外的人士做处理，那我们也注意到最近假讯息的现象。那我们从它的 IP 跟它的这个路径等等看起来，那不会演的是在最近还蛮多是由中国的网军在做的处理。那这一块我们还是要特别来跟社会讲。那我们要去注意有类似的这种讯息，我们第一个是民众不要再转贴，那可以直接来提供给我们相关的这个检察单位，我们会立即来做侦办。那刑事警察局现在都将这个有关于影响到疫情的这个假讯息都列为这个重大案件在办理，我们也会快速的来做处理。那大家可以看到了这一段时间，其实我们在处理假讯息的速度很快。那也让这些传播的这个都会有终止的这个现象。那其实这个是让我们整个社会安定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我们也希望社会大家看到在判断上会认为有疑问的，那你就不要再传了，那避免这个社会引起不必要的这个纷扰哈。刚才已经讲，这边再一位了哈，来这边再一位哈。那就今天就告一段落哈，来。好，部长，自由时报提问哦，我想问一下说，因为我们现在刚刚部长也有提到说，因为可能基于不要伤及个人隐私的部分，所以我们可能对于确诊个案的相关资料，可能还是不会公布。可是因为现在我们确诊个案已经越来越多了，所以很多的机构可能在我们指挥中心发布之前，就会有一些讯息。
就是流出，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台铁或什么的。那我们原本的意思可能是觉得疫调可以控制得住，就疫调人力是足够的，然后所以可能就觉得不需要公布。可是现在可能确诊个案越来越多，那疫调的人力的状况我不知道说现在能够做到什么程度。那讯息这样子在网络上流传，其实反而造成民众的恐慌。对，因为比如说台铁那个，它可能只是疑似个案，还没有确诊，可是新闻的报道就会让民众觉得说，台铁是不是有个案了这样子？所以我们是不是会考虑说，类似的资讯有可能会适度的来公布确诊个案的机构这样子？谢谢。我记得上次我也讲过一次，说如果这情况在我们在这样的疫调，我们难以已经是负荷不了，我们也只好来公布一些相关讯息，提供大家来做警惕。不过非常好，现在案例虽然增加非常多，可是疫调相对的简单很多，因为他人进到我们居家检疫。好，所以看到我们现在要花比较多的精神，反而是那几个我们基本上几个本土的案例，相对的接触多。好，所以我刚才讲就是说，现在案例几个这样的一个境外移入的，大家不用恐慌，因为像我们只要把机场的检疫拉好，那在机场回到家里做居家检疫的安全够和居家检疫确实做，好，其实那相对的疫调，其实在我们相对的是简单的了。所以这几个大家看到几个的案例里面，我们很多的匡列大概都需要2个人，家庭的最亲密的接触者等等的。那甚至于现在在飞机上，大家几乎都是全防护，相对的又好很多。所以全民的这样的一个意志，在旅行的风险跟自我的保护跟避免传给他人，其实让我们的疫调相对的容易来做。但是我再加上大家都愿意快速的据实以告，那我们的负担就会越轻。所以原则到目前不会，并不会因为现在这样的情况变成我们疫调的压力变很大，没有，现在疫调反而跟那时候没有差很多。但是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当然就会这样做。好，那今天我们记者会就到这里。不过我们在今晚结束了，大家有问到那蛋糕的事情我想就是等一下我把那蛋糕拿下来，大家看一看，那顺便要吃的把它吃一吃这样。我们把它分吃，我一个人没法吃那么多，给大家分享一下好了。好，那我们今天记者会到这里，好，谢谢大家。其实做得很漂亮了那做得蛮好。